特朗普想看到的是美国大军压境，伊朗闻风而降。就是我的2艘航母一到位，伊朗说我跪了，然后跪的方式是什么？跪的方式就是跟你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什么？谈判内容就是你美国把作业本交给我，我一一照做。特朗普就是心情大好，龙心大悦，说你看多爽啊！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就是最近网上说的，特朗普想说伊朗为啥不屈服呢？伊朗奇怪的是，伊朗的想的是我为啥要屈服呢？我为啥要屈服？我凭啥向你屈服？我屈服个毛线啊！我屈服。因为以色列最近几十年一直唠叨说它有一个叫刀枪不入的铁穹防空系统，但是去年在以色列和伊朗打起来的时候，伊朗至少证明了一条，就是这个铁穹防卫系统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可以采取多种战术，比如说诱炸弹、虚拟弹，或者呢低价的廉价的无人机攻击。所有的这些就引诱以色列方面用它的先进的昂贵的导弹来拦截一些没有真正战略或者战术意义的假弹头或者无人机。这一来的话，几天的这样的轮番攻击以后以色列的导弹就耗尽了，它没有导弹了，没有弹药了。到那个时候，伊朗再来真正的攻击，就是他把真实的导弹、真实的比如说武器留到第一阵子的降攻之后，对以色列进行真正的攻击。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以色列就痛苦地发现自己的这个铁穹真的是失败，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为什么美国不敢打伊朗因为中国给了美国底线，不能打伊朗，打伊朗就是与中国为敌中国一带一路的核心枢纽就在伊朗，伊朗打乱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打乱掉了。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叫中俄伊3方联盟美国会打伊朗吗？哎呦我的妈！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想笑。你认为美国会不会打伊朗？美国穷得叮当响，家里面啥也没有，每天都在装逼，他敢打吗？给他1000个胆子都不敢打。美国敢下场打伊朗吗？说实话，他真的不敢。这里指的不敢，并不是说美国惧怕伊朗，而是忌惮背后中俄2个军事大国。美国敢打伊朗吗？不敢。就是不管谁跟我俩叫板说美国敢打伊朗，吹牛逼，甚至可以明确地说，美国根本不敢下场对伊朗发动战争。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打不赢伊朗，而是他忌惮背后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为什么美国不敢打伊朗因为中国给了美国底线，不能打伊朗，打伊朗就是与中国为敌伊朗仅用1颗导弹就吓退了老美。本来美国是打算在本周末对伊朗进行打击的，结果呢，昨天20号，特朗普就宣布了延迟打击，在未来的2周内再做决定。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